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看来讲吼，全球拢咧看吼，这场咱看到拜登和习近平这个视讯会议，今日透早，咱台湾时间8点45开始视讯吼，一直到12点半吼左右来结束吼。习近平安怎来叫拜登的？伊叫伊吼是这个老朋友吼。啊，拜登嘛伫咱讲别讲 Roosevelt Room 吼，罗斯福厅吼来对伊甲伊吼做一个会议啦吼。啊，对习近平呢，咱讲拜登哦是微微啊笑啦吼。啊，伊嘛讲咧。应该爱含你搁较正式开始这场视讯的这个会议啦吼。伊讲吼，虽然你甲我吼从来毋捌遐尔啊正式过啦吼，有影吼两个人过去吼，虽然吼伫咧拜登上任了后通过2届电话，这回是头一届吼透过这个视讯会议，总算见着面啦吼。啊，过去吼拜登和习近平嘛是老朋友吼，拜登过去吼去到中国时阵有真长的这个时间，两个人是小斗阵吼，但是咱讲哦，这回吼上任了后。真正是爱成礼后兵啦吼，所以拜登伫遮，咱看来讲虽然微微啊笑，但是针对着未来这个议题也是有较硬这个所在。另外，中国官方媒体哦，就先针对着台湾这个问题，先帮美国来做一寡声明。伊安怎讲哦？伊讲哦，拜登无毋望台湾独立吼。另外咧，咱嘛讲到吼，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其实伫咧会议内底嘛表示讲，美国政府真正是吼拢奉行吼一贯的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 One China Policy， 但是尾啊后壁佫有话哦，伊讲啥？希望台海地区咱保持着和平的这个稳定吼。啊，拜登嘛自吼这个咱讲伫咧会议了后嘛表示讲吼，这中国啦吼，伫咧5000多年进前早都已经是一个大的国家吼。伊嘛强调美国吼，即阵嘛无要寻求改变中国这个体制，嘛无寻求讲吼。啊，透过中华同盟关系来反对中国，拢无啦吼，无意和中国发生冲突啊，可能即句话这个背后，咱等下就当好好来讨论到底是啥物。另外，北京嘛赶紧发一个声明哈，伊讲拜登向习近平表达对咱讲新疆议题也好，香港的这个议题、人权这个议题等等，拢有做一寡表态甲一寡这个宣示啦吼，啊嘛强调讲这个印太地区航行的这个自由甲飞航安全。重要性对区的繁荣哦。另外讲到台湾议题拜登嘛讲到美国依然犹原坚持台湾关系法，美国甲中国3个公布甲6项保证啊，头拄咱讲One China Policy 伫遮佫一再强调。美国嘛坚决反对片面改变咱讲现状，或者是破坏咱讲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个作为啦吼。所以咧，咱嘛会当看到讲，除了台湾议题了后，是大家较关注的。啊，其实美国的这个态度是啥物？啊，是讲美国国内这个气氛是啥物？尤其咱讲到针对着这个拜登伊国内嘛有一寡这个政策爱去应对吼。咱讲到拜登伫咧今仔日伊嘛签着1.2亿美金伫咧因国内这个基础建设面对着通膨压力其实咱讲拜登挑战也是有啦咱昨嘛有讲过，咱讲习近平伊国内通过着6中全会了后，也是讲未来20大啦伊拢有一寡这个历史定位的这问题啦习近平和这个拜登第一届视讯的这个会议，佫有啥物用意咧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陈耀丁。阿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委员你好，第二位咱邀请原治大学 EMBA 兼任副教授高俊山。大家晚，大家好。教授你好。第三位咱邀请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中。大家好。感谢委员先来看就讲这场会议啦唔是峰会是 virtual meeting 咱讲透过咱讲网络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嘛咱看到讲无共款国家，无共款的这个破败，咱看到讲哇，中国如果选伫咧真方咱讲真方位的一个建筑物内底，6个官员摆在坐这会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坐伫中央，但是咱看到讲拜登咧伊和伊的这个幕僚啦安尼相对上的，咱看到讲头前一个镜头，安尼破败有无共款的赞助先做来看。美国时间19晚7点45分。美国总统拜登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一遍视讯峰会正式开始。拜登先下手致意，习近平是讲拜登是伊的老朋友啊。高兴见到您，主席先生。Next time, I hope we get to do it face to face like we used to when we travel through China. 这是拜登今年1月就职美国总统了后第3遍甲习近平直接对话，前2遍拢是敲电话。
伫北京的罗斯福办公室内面的视讯峰会，拜登感谢习近平所发来东山贺电，也强调中美应该进行良性竞争，避免造成公开冲突，并且伫咧重大国际议题合作，也直接点出美國對這邊峰會議題的定調。Today, we'll be discussing those areas where we have concerns, from human rights to economics to ensuring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I think it's important we communicate honestly and directly. 習近平是伫咧北京人民大會堂重新強調，中美應該共同承擔包括氣候議題等國際責任。中美作為世界前2大經濟體和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應該加強溝通和合作，既辦好我們各自國內的事兒，又承擔起應盡的國際責任。在經過要加40分鐘嘅開場問候了，雙方進入正式嘅閉門會談。會談會開2點鐘到3點鐘。外界直咧又講，台灣問題會是峰會重點。拜登會提出中國軍機繞台等台海安全議題。因為習近平也重新提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核心，希望美國方面堅守一中政策。其實中國外交部在15就先批評美國40年來對於台灣問題的表述已經走精去，美國應該遵守一中原則加中美3個聯合公報，這是中美兩國的重要政治共識，也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公視新聞金冠慶編輯。即係咱看到講，拜登和習近平這回透過這個視訊會議的這個方式來做一寡這個對話，真正是勝利和平和平的這個部分就到咱講的下底咱講下骹手人來去做執行啦咱看到講真正兩個人好朋友來好朋友去啦但是咧真正愛講這個議題嘛是愛來好好講尤其講到新疆西藏香港的這個人權，甚至是咱台灣議題遮哇，美國嘛無要落軟啦委員你安怎看咧？對這兩個總統兩個總統甲美國總統甲大陸這主席你佇開這會來看咱看到幾點首先這好消息第一組看起來短期之內兩番時間應該是無可能會拍折啦因為這看起來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這段對去年開始來，大陸飛機唔就過來，軍機就過來，後來開始衝突愈來愈大，感覺講是毋是東沙南海甲可能會有啥物危險，甚至講是毋是有可能有戰爭的發生嘛？但是對於兩個開始今日見面的第一句話拄啊開始就開始你表示講大家互相友好講你對我誠禮貌，我對我誠禮貌就是要弄一個較好的氣氛來講短期之內戰爭的可能應該是變衰。這是算短期之內好消息。是。但是若長期來看，咱看即擺中國大陸來講，實在是已經甲大家有看到已經無同款甲以前第一種甲拄啊細漢時陣，咱較早攏講大陸無進步這樣無進步但是即擺已經。幾乎雖然伊兩個伫開的是看起來是平等但是即擺還是美國較懸一點實在也是安尼。你觀察是安尼現實來講也是安尼雖然大陸不斷地強調講強調講即擺是他算平起平坐但是事實來講不管對軍事啦、科技啦個經濟來講，即擺也是看起來也是大陸需要美國較濟這3個部分來講，所以來看長期來講。大陸的強，那對咱台灣來講，大陸的強調講這台灣的問題是真重要的問題，但美國並唔是，這樣看美國也唔是把這問題放在上重要的地位去講，大陸是不停的在強調這點啦，所以長期來看，咱嘛是兩個大國之間的這款基理啦，是一個基理啦，這是較悲哀的所在啦，但是這也是無辦法的代誌啊，這也是無辦法的代誌。有影美中貿易，也是講美中這個咱講會議，也是講真正美中佇各種合作的這個戰處內底，是毋是會犧牲台灣這是一種講法啦頭這個委員嘛有講到就是講哇，安尼兩個看起來，安尼老朋友來老朋友去了哇，台海真正就無危機是毋是安尼咧？咱佫先來請教仁山這個教授啦是毋是咧？這擺的會議有一個。應該講有因為差不多半年之前伊美國商務部有甲拜登投啦，講因中國來即個特色要談貿易嘅問題，因攏無要講，無要談嘛
所以因为伊即马真侪即中美即贸易战的原因啦吼，所以我感觉这第二摆吼，就是讲伊即拜登甲习近平的会谈内底吼，有一个上大的点，伊咧内底讲的应该是贸易吼相关的即个代志啦吼。啊，对于你讲两边吼，美国甲中国要冲突吼，因为台湾的议题来冲突，我是感觉无遐紧啦。OK。因为拜登你即马看来讲，因两边其实咧搬一出戏啦。哦。啊，拜登有小可咧打东亚皮即个感觉。OK。我是安感觉，因为吼因两边咧讲的时阵吼，你会看到一点吼，因为拜登伊在讲话的时阵吼，伊其实伊足平静的啦，吼，因为无足激动的吼。啊，伊一个特殊点是讲吼，伊足感谢习近平吼，当初你拜登选赢的时阵，甲发电报，甲恭喜吼，伊 thank you 讲3摆。是。一般你讲国际你谈判的时阵，吼，一个总统对另外一个总统 thank you 1摆就好啊，啥伊讲3摆，这一个你若讲观察这个肢体语言的时阵吼，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嘛，啊，但是另外因两边吼，这 open talk 完吼，因闭门会议吼，内底讲啥，这是咱唔知影，吼，这是咱唔知影，吼，啊，这就必须咱透过外交的途径去了解，吼，啊，另外我要提醒的吼，因为中国迄边发出来的消息讲，因要求吼美国遵守一中的公布，但是美国在开这个会进前咯，已经声明过啊，讲吼美国的一中甲恁中国的一中无共款，是，吼，所以这就是讲，你这会议内底吼，虽然讲双方面拢足客气的啦，但是我是感觉讲吼，以美国因国内吼发出来这个新闻来看的话吼，就是讲美国已经就无要假啊啦。吼，伊就是讲，你这围堵中国的这步数，伊就无去假，就甲提出来台面顶头讲嘛。无伊嘛袂讲吼，咱美国希望你迄个吼，rule 吼，就是咧国际这遵守的规则，啊，甲价值吼 value 吼，啊，甲人权吼，因为拜登伊真正有甲人权这个议题甲讲出来，吼。经济甲一个上重要 ，Open Indo-Pacific， 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就当作习近平的面前讲嘛，所以我是感觉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迄个 indicator， 就是指标啦，讲美中咱先礼后兵，先甲你拍一个招呼，啊，后来就是讲来，就是因两个会谈更较硬议题啊。真正是先礼后兵啦吼，咱看到讲吼，其实啦吼。问完这老朋友了后，开始吼讲的这个议题吼，尤其咱去看到讲吼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吼一个讲法也好，还是讲因所做的这个报道啦吼，啊针对美国这吼，真正跌得真险真凶啦吼，尤其咱嘛讲到吼，中国官方媒体是早前一步吼来替美国来宣示讲吼。拜登讲哇，伊无要支持台湾独立等等这个议题吼，安尼动作代表什么款的这意义吼？过来请教罗委员吼，安怎看讲这回这个会谈，尤其中国官方媒体因所做的这个每一个动作咧？咱即马先看这个会谈本身吼，就是讲这个会谈到底是伊的形式啊，甲这个伊的这个起源到底是安怎吼？就是讲，这个会谈甲一般过去美国啊中国之间的会谈上大无共款的所在是讲，过去拢是对下骹吼先官员先讲到差不多吼，到这个上关站这边的人咧讲的时阵，差不多拢是已经有所有的迄个剧本拢已经处理啊好势好势，所以讲敢主要是演一出戏吼，互外口的人知影讲，美国甲中国像讲，因到底想要互外口的人知影讲，因到底想要用什么？是。但即届完全是无共款吼。一方面是讲美国对无论是讲对今年3月，还是讲今年7月，吼，对伊的国务卿啊，伫阿拉斯加迄边，甲中国伫遐冤家啊，是讲伫7月，啊，伊的副国务卿去中国，结果中国甲伊提出什么有几若迄红线啦，啊，叫美国爱去有纠错清单吼，叫美国爱去改正安怎吼？美国即马到后来，即马是感觉讲，甲中国这外交部即马无法度沟通啦，所以变成讲，既然讲习近平这个人吼，是对好到尾吼，拢咧决定所有代志的人，所以讲直接讲啊，无迄个我总统要直接甲你总统要讲话，吼，看讲你到底是要安怎，吼，
可能爱对总统这个所在先讲了后，以后吼双边之间，尤其是无论是讲国家安全顾问，还是讲伊的外交部部长，吼彼此才来针对算讲伫关键会议了，以后要去处理其他问题的时阵，开始来去处理。所以讲，无论讲这是今年9月12号，吼，算讲迄个拜登甲习因之间的即个算讲电话会议了后，无论讲是迄个过几天了后，Jake Sullivan 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啊，甲即个中国的即个杨洁篪吼，就走去 Geneva 迄个所在咧开会嘛。啊，前几天啊，前几若礼拜嘛，就讲即个Tony Blinken 就美国国务卿啊，甲即个王毅中国外交部部长吼，伫遮嘛是有咧讲话，所以表示讲即马即个模式甲过去完全是无共款。这是认为讲美国认为讲甲中国外交部完全无法度沟通，吼，啊，尤其是中国即马战狼即款的战狼外交吼，战狼外交即款的即个做法。所以讲，即马咱咧期待即个美国甲即个拜登甲即个习近平伊的讲话时阵，就变成讲爱去了解因之间想要去处理什么款的即个问题，吼，有甲什么红线，应该跳开，互对方知影。中国拢一向爱讲迄个希望讲甲美国会当安怎讲，迄个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吼，啊，即个管控分歧吼，会当去 control your differences。啊，但是美国即马要求是讲会当管控竞争，会当对这竞争关系做一个控制。啊，这个控制，莫互这个竞争关系变成讲无法度迄个控制一个对抗。啊，甚至会当发生战争。这是美国即马伊的迄处理的这个方式。所以讲，咱讲着讲这管控分歧甲管控竞争之间的概念。上大无共款是安怎？是讲中国认为管控分歧是讲吼，美国爱去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啊，但是讲美国核心利益甲中国核心利益内底也是有重叠的时阵，啊，中国是要求讲美国爱尊重啦，啊，迄个但是中国要尊重美国的利益，中国无甲信道，无甲信道，所以伫遮这就变成讲像讲台湾，拄啊委员伫遐讲迄个中国认为台湾是核心利益。中国是安尼是认为无毋对，但中国佫嘛认为讲，迄台湾毋是美国核心利益，所以讲伫遮吼，我的核心利益，这毋是你的核心利益，表示讲我会赢啦。这毋是你的核心利益，所以讲你会让我。啊，但是美国即马意思是无啊，这是我的价值。伊一开始就讲，这我的价值啊，甲即个利益，我毋干要保护我家己，嘛会保护我的即个盟邦吼，我 ally 甲 partner，同讲我的伙伴，台湾就是伊的伙伴之一嘛。所以讲，伫遮咱了解到，讲即美国甲中国即马，美国是针对讲，中国你爱要求爱迄个尊重你的核心利益，啊，但是我的利益是伫遮，你是要安怎来处理咧？所以讲，我要求会当来管控即个竞争的关系。啊，但伫遮吼，咱会当看到讲，像讲即对台湾遮吼，因为了后美国嘛出伊一个 readout，伊 readout 是有几若个赞处是讲，第是拜登吼。伊 raise the issue，表示讲伊本身主动去提起的即个议题，像讲即个新疆，也是讲迄个西藏，也是讲香港，也讲真侪迄个人权的问题，是伊主动讲出来。啊，也是讲台湾，伊讲 on Taiwan，表示讲这是中国讲出来，啊，迄个美国。回到转去，是，吼啊，佫有迄两边说讲有讨论呢，伊就讲the two leaders discuss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climate crisis and the war， 像讲迄个气候变迁吼，啊是讲即个能源吼，energy 这款的问题，这是两边有咧讨论的。OK， 所以讲来看这个 readout， 咱会当分析讲，就讲什么物件是美国主动有当提出来的，啊，什么物件是美国回应中国要求的，啊，什么物件是美国中国开始有咧讨论的，是，吼，所以讲对遮咱了解讲，中国真明显有。是正讲习近平哦，有咧讲台湾到底是安怎啦吼，所以讲新华社有规篇吼，规大篇，刚才像讲习近平安怎咧骂台湾，即个开始嘛咧，迄个对咧美国咧讲，唔干咧骂台湾，嘛骂美国内底人讲，美国嘛有内底人有咧讲以台制华，讲以在台湾来对付中国啦，吼，所以讲虽然是讲有一款人吼。但伊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讲，美国政府你就是安尼咧处理啦，我甲你反对，但是美国迄个拜登嘛甲伊回到转去讲，即个你伫遮的即个所作所为吼，你莫想讲即个你的一中的原则，我会甲你遵守哦，我有我家己一中政治，我一中政治即马毋单是讲台湾关系法放上头前，3个公布这是你要求的，但是各有6个保证啊，即个保证过去美国嘛罕伫咧讲，即马嘛是。
一直面对迄个习近平面前甲讲出来。有影。所以讲这拢是足过去足大诶无共款。啊，伫这个所在的这个过程，咱嘛人了解讲，中国要求讲，这个美国要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要管控分歧。即马迄个拜登的政府应该是要求讲，中国你嘛要尊重，算讲咱之间吼，算讲有冲突的所在。啊，这有迄有冲突竞争这个部分，你要安怎来用？我即马已经甲你讲过，讲，我想要卖互这个算讲竞争吼。变成讲无法度控制一个冲突，啊，甲对抗。我嘛无想要改变你的体制啦，所以讲有的人想讲吼，有迄美国要改变迄个共产党，要甲共产党压倒，可能进前的这个算讲 Trump administration 有安尼的想法，啊，但是我毋是安尼。所以讲你要放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咧，你慢慢想讲，伫像台湾这个所在吼，要对我安怎，无可能，我嘛无可能甲让步。我是讲，即届这个应该是双方，算讲伫迄个相关的战处这个所在吼，因甲彼此的这个红线，拢甲跳明明。OK， 红线吼先甲画好清楚啦吼，就是讲你等什么球，我嘛等什么球，互你吼。啊，拜登家吼是等这个吼人权的问题，香港好，新疆也好。啊，咱讲吼这个中国吼，咱昨晚咧要啦吼，中国这是会主动吼就这个台湾问题来去做一寡吼，提出到这个问题。啊，两个吼要共同合作的可能就伫咧能源，也是讲气候变迁这个部分吼较无争议啦吼。啊，另外咱嘛来看来讲，头拄啊这个吼委员有讲到吼，新华社是安怎引用咱讲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话吼，其实 CCTV 共款嘛是用到这款的这个定调来讲到台湾的议题，先做来看。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习近平强调，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历届美国政府对此都有明确承诺。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好，先就这个吼，咱头拄看这个影片咧，差不多1分吼12外秒啦吼。啊，咱讲到吼，针对吼这个吼习近平台湾问题这个部分吼，因讲吼用词吼用着安尼话去甲强调吼，其实是代表习近平可能伫会议安尼讲过吼。啊，咱嘛看到讲吼，这个 on Taiwan 遮头拄委员嘛甲咱讲着吼，一个中国诶，这个咱讲吼政策和一种原则吼，这甲中国完全无共款吼。另外咱嘛咧讲着吼，这个吼咱讲台湾关系法。吼，另外咧，吼台湾 Relation Act 吼，甲即个3个公布啦，吼，佮有6个即个保证吼，所以咱头拄嘛有问到讲吼，即个官方媒体吼含即个先甲即个话放出来，替美国来讲话，咱佮先请即个罗委员吼，安怎看？就是讲吼，中国过去拢有即款的记录嘛，就是讲家己先讲对方有咧讲什么款的物件，是讲对方同意我讲什么款的物件，啊，但实际上对方拢无安尼讲嘛，啊，美国伫过去就拢感觉讲，迄中国拢家己爱讲啊，啊，可能有较早的时阵，美国就较低点啊，我甲你来计较啦，但到后来就开始讲讲，我嘛爱甲我的物件甲出来，所以表示讲，这毋是你讲的所遵守，我有我的版本哦，这我的版本甲你是无共款。所以讲，我是感觉即个像讲迄个新华社伫遐讲着讲迄除了讲有讲习近平讲安怎，这是美国袂去反对讲习近平你安怎讲安怎，无袂去讲否定你安怎讲啥。但是针对讲迄个你咧讲拜登咧讲什么，哦，这美国都爱家己爱发一个声明来澄清嘛。啊，这个澄清意思就是针对这个 readout 内底就出来啊。哦，表示讲拜登是安怎来针对这个名言来讲话。所以我是感觉讲，迄新华社到后来，尤其是讲着讲拜登同意讲迄个无支持台湾独立。吼，啊，但是迄个 readout 内底完全无安尼讲着嘛。吼，所以这变成讲迄个中国过去咱讲过来啊，过来啊，嘿，过来这招吼。
但是基本上即马讲是讲，你甲中国交往时都爱较注意，因为中国拢爱家己吼，假设你无讲话，家己藏伫你的迄个嘴巴内底吼，啊，迄个对外口来讲啊，刚刚亲像是讲，迄全世界人拢支持中国主张共款。是有影吼，所以咱讲吼，莫甲我无讲的话吼，踢着我的这个喙里吼，这是咱讲可能爱好好去思索的一个问题吼。共款，咱看到这个北京吼，伊的这个吼新闻稿啊 read out 出来吼。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甲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完全无共款啦。啊，咱嘛无讲吼，这个台湾议题吼，要甲伊吼抢这个中国的代表权。啊，但是咱看咱玉定委员这安怎看咧？来吼，这个代志吼，你看恁这个两边的这讲法来讲吼，咱看两边的对美国对中国大陆政策，甲中国大陆对中国大陆帮我担心，我先讲美国对大陆这政策的改变吼。美国顶个伫川普总统迄时阵嘛吼，定用的是一个较激烈的做法啦，吼，对大陆是较激烈的做法。但是拜登拄啊上台时阵，大家嘛是讲伊是按照迄川普总统迄款做法，都对大陆较有一款对抗的迄款做法。但是对这个咱来观察吼，看来讲吼，因内底有讲到吼，因即摆甲大陆的关系是竞争，但这竞争毋是零和啦，都毋是你死我活，毋是有我无你这款竞争。吼，因嘛是要调整讲，嘛是有沟通之间，有爱互相沟通，啊，但沟通内底再个竞争，哦，这是有沟通的竞争。所以美国对大陆这款政策吼有伫改变，吼，我感觉是有伫改变，无剩拄啊开始就是剩安尼，可能也是甲美国内部的经济吼各方面吼，要拜登家己个民调来讲吼，可能需要对内底有一寡交代，啊，所以慢慢伊对大陆的政策有伫改变，啊，伊这改变无讲正大，但是有微调的迄款感觉，我就看这政策的改变是安尼。那咱通看迄篇报道吼，迄个是我的解读就是讲吼，我的看法就是讲，这个是大陆的媒体伫讲互因内部的人听的，因为这是真明显的，这是因为大陆即摆对顶一站这气氛弄啊，这么僵化嘛，就是讲即摆两方的关系弄啊，这么歹啊，大陆的民间的气氛是真侪人是要讲哦，即摆咱要走统一啦吼，百姓的心声是讲真侪网络上现在要走统一，啊，这是相信真强。因为大陆即摆家己有真侪对习近平来讲，伊即摆有真侪家己内部的问题要先处理。伊毋是无想要统一，伊是绝对想要统一，但伊即摆无把这问题可能上伫头前的问题，可能一两年还佫无摆里头，因为即摆个年龄真久，毋知偌久嘛吼啊。伊想要年龄真久啊，就是真久偌久咱毋知影，但是伊即摆应该是要先解决伊内部的代志，所以伊必须讲一段话，互因大陆内部的百姓听，讲哦，阮这立场内底也是甲美国讲，阮坚持我的立场是啥，我主席讲啥，我甲美国政府讲，我偌强硬啦吼，我偌强硬，我偌强势，我就是就是这咱的问题，咱就是这绝对无互大陆，咱的问题就是讲，咱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就是一定坚持统一嘛。啊，但是伊顶下嘛是要带一句讲，也是希望和平统一，但是万不加，你若是再有改变，我嘛是要，我也是要拍吼，伊也是有讲这句话。所以这段话吼，咱来看这段这新华社啦吼，毋管大陆的 CCTV 吼，这拢是放互大陆人看的，哦，这是你家己百姓你讲互伊百姓听，但是咱回头来看吼，台湾这边嘛是同款啦，因为美国的讲法同款是一款有点一句话各自解读，伊讲反对改变现状嘛，美国的讲法就唔改变嘛吼，一个中国啊什么三个讲法是，大家拢在讲啦，讲啊早啊，大陆这句话什么，你讲什么三个公报啊，六项保证啊，什么一个中国，大家拢在甲你讲啊真早，啊这种反对改变现状，反对改变这现况，哦，啊大陆的。迄落大陆的解读啦，就是讲迄段嘛，大陆应该要放互百姓看迄段。啊，咱台湾即马解读，即反对改变现状，就是讲啊，咱就是伊就是支持咱，就是要甲咱保护。所以美国也是同款一款，这是好代志，伊这做法是好代志，就有一点拿出就是战略模糊。我唔甲你讲啊，正明讲，我一定会要出兵来甲你保护，但我嘛甲你讲，我嘛唔甲你讲，我要支持你台独，哦，就是拢计唔讲。啊，外交本来就是用这款方法是较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到底台湾的即摆地位啦吼，就是讲即摆地位是这台海之间这有危险啊无危险哦？其实还是回头来看，因即摆伫讲其他的部分，表示即摆台海的问题袂放伫上优先的位置，这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好代志。就是讲袂遐危险啦吼。对，因为这是好代志，表示讲你先讨论一下军事的吼、经济啦、科技的吼。经济吼，那种贸易之间嘛吼，涉金啦吼，即个关税要走讨论啦吼，啊，气候变迁这较重要的代志，啊要走合作，啊当然大国之间的外交讲的就是
拢个听起来是较好听的礼貌嘛，吼，啊，漏当然是较后壁围对人咧谈判嘛，讲到底官司要怎样弄啦，吼，啊，军事要怎样，但是第一少两个领导、两个头家啦，两个领导者之间啦有即款较好的气氛，对因彼此之间即款军事啦、吼科技啦、贸易来讲吼，会发展啊较好，啊，因若发展啊较好，因较有沟通的机会，对咱这中华民国这较小这国家来讲吼，都较安全，都较安全吼。所以这个视讯对中华民国来讲是一个好代志。啊，当然美国三环是战略模糊，好代志吼。啊，大陆三环讲伊迄套，讲互伊百姓听好代志。啊，当然咱这边会使要怎讲，咱会使家己讲家己话。家己改造哈。大家拢家己改造，但是不要紧，好代志，安全好就是好代志。OK， 咱来看到讲吼，其实啦吼，这个咱头拄有讨论过吼，中国官方媒体安怎来去报道讲美国吼，甲这个中国这回这个视讯会议吼，啊，伫咧这进前，啊，我今仔嘛看几工吼，这个 CCTV4 吼中文国际因的这个频道啦吼。啊，自吼昨开始吼，因的这个官方媒体就讲吼，啊，中国外交部定调吼，美国40多年来吼来往台湾的这个议题吼，表态已经走进去、走未去，啊，搁倒退入去啦吼，这是因的这个官方媒体一直的这个讲法。另外，针对着讲美国国内有一寡这个声音吼，针对拜登总统啦吼，伊上任差不多10个月以来，伊嘛有做真侪专题报道吼。咱来看讲吼，啊，伊针对着吼中国的这个吼啊，譬如讲拜登咧处理着吼武汉肺炎 COVID-19， 啊，搁有执政10个月整体满意度吼，拢是安尼一直落出来。相信伊嘛是吼找着这个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这个报道啦吼，来去做一寡这个数字的呈现。但是伊尾手，伊的评论甲报道内底拢会吼啊有意思还是无意思去掺一寡骂着吼美国啊这个部分的这个物件吼。啊，另外吼针对着吼可能要讨论的这个物件吼，搁好好叠一个。尤其吼咱看到讲过去伫贸易战进前，吼咱讲吼这个趴数吼。扣税是扣3%，啊，即阵吼是扣19.3%啦吼。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讲，拜登伫咧国内签着1.2亿美金吼，遮尔济即个要建设基础建设啦吼。啊，咱看到讲 CCTV 的报道嘛是共款写了讲吼，哇，这个美国路吼啊已经50外冬啊吼，啊这桥吼嘛无稳定啊，等等吼，就是屁想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策吼，其实。咱头拄嘛讲着吼，委员嘛讲吼，伊就是要做好因国内的这个民众看，哇，咱中国是大国哦，啊，美国吼虽然是世界强权，但是伊即阵吼嘛是安尼爬袂起来这个型吼。继续，咱真正若是来看数字啦吼，美国敢真正有较差咧？首先我甲伟明小更正一下吼，伊是12000亿的美金啦，是毋是1.2亿，吼，对，1.2条啦吼，12000亿，啊，这是天文数字啦。因为咱一年毋知700亿的美金去出口呢，吼，伊是12000亿，所以即马今仔日吼，我看新闻吼，美国 ABC 的民调吼，有70% 的美国人认为吼，即马美国经济足差的。OK， 吼，啊，主要原因是因为通膨的因素啦，因为即马美国的通膨差不多已经连续5个月讲5%以上，即个月是6.2%。OK， 吼，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伊优先的内部问题是通膨的问题，吼。但是呢，通膨的问题对中国来讲，伊有完嘛是同款的严重，吼，甚至比美国更加严重。OK， 吼。伫我对即个咱台商你中国这大商来探听的消息的结果，因中国的通膨问题吼，为年初到即马有差不多20%，20%物价跳20%起啊，吼。所以咱若安尼看的话吼。通膨的问题，唔是这两个大国之间的问题，是全世界性的问题。OK， 好，全世界性的问题。所以咱若安尼看来讲，就是讲为什么世界上的这物件会愈来愈贵？我个分析两个原因，互大家听。一个是吼，咱讲运费啦，吼，运费就这，就是所有的你即马吼，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吼，所有的。这船只拢无法度入港，拢你港外你排队，吼，尤其你美国，吼洛杉矶，伊本来是排列是6礼拜，即马爱排到3个月，哦，爱3个月，啊，因为码头的工人无要做嘛，吼，啊，所以大家排列。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伊囤积足侪货柜伫中国，伊无法度出口嘛，是，吼，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伊无法出口，啊，伊就甲这柜啊拢囤咧伊国内，啊，所以全世界你海运内底就欠柜啊，吼，这是运费内底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全世界上的迄个能源的问题，吼，这咱之前有讲过，讲啊，中国可能
这当足歹过啦，是因为伊啥，伊就无要甲澳洲要探控嘛。因为中国所有的能源吼，伊有70%是依赖小探控来发电的。伊即马无甲澳洲买，伊改甲啥？改甲迄印尼买。但是印尼因的碳是毋是叫咱讲的高动力的煤炭？所以伊是较咱讲较差、较垃圾的这煤炭。是。所以伊就颠倒来讲吼，你看习近平讲伊要因为要减碳嘛要清洁嘛，结果伊搁转去烧印尼的煤炭，毋是这问题就搁转来。是。所以伊即马最近拢咧抢煤炭，甲抢石油，所以最近的能源搁起来。OK。能源的价钱搁起来，所以咧能源价钱咧就是变讲咯，咱通膨全世界性的通膨落搁起哩。所以你拄仔讲着吼，美国即马嘛是足矛盾的啦吼。今仔日迄个纽约吼，我根据纽约前联准会主席讲，美国若要甲即个因的通膨的问题抵落条，上少明年爱升息3%，爱升息3%才抵会条，无抵袂条。OK， 因为即马已经6%嘛，所以伊上少爱升息3%才有法来 offset， 甲这通膨抵会条。是。但是呢，明年佫有啥？因为12000亿的美金要投入市场，你做这个基础建设，所以呢，基础建设伊这资金投入有产生3个效果，一个叫伊会增加就业的机会，增加就业机会。第二是原物料的需求会起来 ，OK。第三是薪水会起来，所以这3个起来来讲，物价嘛是会起来 ，OK。通膨是毋是？所以一方面呢，伊要升利息；一方面呢，伊要甲资金搁放咧市场，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点，矛盾点。而且呢，即马股票，美国的股市真正烧的时阵，我相信拜登嘛袂讲雄雄就要甲这个利息甲升起来，变讲即马美国的股市降温，降温，所以伊这就足矛盾的所以伊即马。咱应该关心对台湾来讲国家安全是，但是咱即马美国你重新你做迄个供应链啦。是啊。重新这供应链要创啥？要对伊国内基础建设做第一摆就是世界性的第一摆大家拢来建设我美国啦。OK。所以内底有几个咱爱注意的 ，clean energy， 清气的能源。是。清气的能源，伊会引申到啥？电动车嘛，已经讲过啊。美国未来伊要行电动车为优先，是。所以伊要起啥？起迄个电动车的充电站。OK。50万个，50万个电动车的充电站。第二个呢，伊要做啥？这个通讯的网络要搁升级起来。OK， 通讯的网络，通讯的网络，所以伊顶个月签一个法案，讲中国的通讯器材袂使买来，袂使啦，袂来美国，所以伊就甲中国即马要入来抢的这步已经打死了嘛。OK， 所以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利多啦。因为全世界你若讲。你个中国网通设备无的话，就是台湾啊。台湾、日本啊，甲韩国可能有法度。第三个咧，上重要是半导体啦。半导体科技的 infrastructure 摆定要投500亿的美金落去重新起起来。所以对咱来讲话，台积电已经过去啊。所以台积电过去以外呢，不止干那台积电啊，Samsung 嘛过去啊。伊即马美国嘛甲美国咧谈讲半导体的合作，因为顶游的这材料还是日本较大宗，所以这等于咱会看会出来讲透过即摆的即个议题伊嘛是甲中国咧谈，其实背后的问题毋是讲要消债嘛，背后的问题嘛是美国的即个供应链要重新要组织起来，即个供应链内底可能较无中国的成分啦，较无中国的成分，是，所以这个可能伫这个视讯会议的先甲配合准、配合明无，就是讲我其实就是要加清气的物件，尤其我甲我国内这个政策，其实美国较国内关注的可能嘛是这个签着1.2条啦这个美金，这尔大数目这个物件，尤其甲咱较有关系，亲像头拄教授所讲内底是毋是咱的这台积电也好，还是讲要吸收着头拄咱讲韩国的这个Samsung因的这个大
大财团的这个董事长嘛去到这个美国吼，其实因要甲合作的这个物件吼也是真侪。啊，头拄仔咱嘛讲着吼，美国吼无要寻求着吼改变中国的这个体制嘛，无要寻求强化同盟关系来反对中国。但是伫咧经济也好啊，从其他的这个战术内底，会当去小小甲这个中国叠一下吼。啊，中国伫这个部分安怎来去做应用？啊，台湾的这个机会，佫伫搭能够请教委员吼，安怎看这个部分呢？我是感觉讲，像讲拄啊，即个高仁山教授吼，伫咧讲就讲，即届即个中国甲美国之间咧讲话吼，尤其是即个彼此经济之间内部吼，所面对这个问题，还是讲甲机会吼。当然对台湾来讲，我是感觉讲，即个美国供应链即个所在吼，以后的即个机会要紧甲掌握起来。OK。吼，无论讲这是伫迄，尤其是像讲电动车吼，毋单是美国。即个infrastructure 内底，是，因为 infrastructure 了后，到时阵将有可能即全世界咧做即个电动车即个主力，佫倒转去美国迄个所在。OK。虽然讲中国即马吼，虽然讲全世界电动车上大市场即马是伫中国嘛，因为就算讲ที่无论讲其他欧洲的车拢是伫中国咧用，但是基本上中国迄个电动车的即个处理，甲即个美国即马所在用，可能是两款无共的即款的技术啊，标准。嘿。啊，尤其是即马吼，咱即马讲着讲，即个新的电动车了后，伊对即个算讲半导体吼，semiconductor 内底即个需求变得更较侪，因为变讲所有物件拢是用电的，爱控制。是。所以讲一个控制 RFIC， 就讲即其他元件吼，伊个需要就变个足侪有够侪。嘿，所以讲这对台湾来讲，这是算讲一个完全新的机会，毋干安尼尔，到后来，因为全世界即马未来吼，像讲即除了中国以外，迄个印度。嘛，因为即个能源的一个关系嘛，所以讲真有可能印度伫遐电动车的即个机会变不加大。是。吼，因为印度即马大家拢感觉讲，即个算讲气候变迁内底，印度你拢无去算讲真侪即个承诺吼，你拢无愿意甲好啊，甲即个读到底。啊，印度讲啊，我都要散车国家无法度啊，所以讲你袂当用即款的要求。啊，到时阵是讲一个算讲较小电动车开始入来，我完全无共款。所以讲我是感觉对台湾来讲吼，即个美国即个所在机会一定要甲掌握甲调。是。尤其是迄个中国家己本身贸易家己 decoupling，像讲即个对于迄个去年开始就讲，以算讲来循环为主的即个经济发展的即个策略。变成讲吼，中国想要建立伊家己本身的一个算讲伊的标准，啊，伊家己的市场嘛。是。算讲以后应该就变成讲中国伊家己的处理的方式，嘛甲美国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冷。哦。袂讲愈来愈暗，愈来愈冷。OK。所以讲这是一个新的趋势。这个趋势毋是讲美国对中国要拍贸易战，是讲中国本身的经济即个发展的策略，会对造成这款的结果。一个根本性的大改变啦。所以讲这是台湾咱一家吼爱了解。是。啊，尤其即马未来是标准，标准会决定真侪物件。是。所以讲也是讲这个美国标准、中国标准，这都是真鲜明嘛。OK。这一翻两瞪眼，这你要用什么款的物件？啊，我是讲对台湾来讲，即马已经甲美国对调到这个程度，啊，美国即马阁有。1.2条即个美金的物件伫啊，那记2008年、09年迄阵中国4条人民币，4兆人民币，算讲4条人民币差不多算讲迄个0.8兆的即个美金嘛。OK， 好，安尼啊，伫迄算讲11亿个人民内底都遐尼大一个市场。即马是1.2条的即个美金，吼，啊，甲即个算讲甲即个算讲3亿外的美国人民，所以讲人口比迄中国较少，啊，但是钱佫比中国迄阵佫较侪，所以讲伊造成迄个效果是安怎？所以咱爱有一个心理准备。所以吼，有影吼，除了咱台湾是机会啦，啊嘛会当吸引到真侪美国吼，自即个中国的即个物件吼，可能会佫豆豆刷登去因即个美国内底啦吼。啊，另外咱头拄也讲着吼，是即个因家己国内即个大代志，含即回吼，拜登含习近平吼会面吼，啊其实有即个时间上一寡即个吼较拄好啦吼，啊但是这嘛毋是完全较拄好啦吼，可能是早就已经铺排好势，就是要宣示互国内讲啊，我可能伫咧国内内底，我可会当做啥物啊来互即个美国人的即信任啊，尤其实嘛是会当宣示吼，我伫遮会当吼掌握着我世界强权吼，美国各一届来呈现吼，有安怎看咧？本来拢个是安尼吼，国际外交吼，通常吼，领导者要去外口做外交的时阵，通常的目的都是要
通常就国内若拄有什么问题吼，啊，讲对互国内听的吼，唔管因得到什么后果吼。啊，以全世界安尼来讲对无？咱即摆咱应该对咱的家己国家的角度来出发。中华民国来讲吼，即摆当然咱长期以来以前吼，咱就是希望伫两边之间拢个友好嘛，友好就是当然希望为了国家的安全嘛。但是这几年啊，政府选择的路线就是完全我伫美国这边，吼，完全我伫美国。啊，当然即摆长期来讲对，因为美国甲大陆之间吼，两个国家之间，即摆看，尤其今日这开始你讲话了，后摆关系可能慢慢，虽然那是竞争啦吼，不管军事啊、科技啦吼，啊个经济方面也是竞争，啊个合作，竞争啊个合作，但是慢慢看起来气氛会较好，气氛会较好的状况之下，对咱对台湾是较好，只是讲较早希望讲咱。阮这边的立场吼，总是讲咱唔通，国民党这边立场当然希望讲啊唔通对高频，因为你对高频的状况之下吼，万不食哦，当对两边的关系伤好的时阵，美国甲大陆关系才伤好的时阵，因为要伫台湾这个所在，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对因来讲这是真重要的。但对美国来，这虽然教授讲这伊的 value 伊的价值啦、价值啦，但是对美国来讲，咱毕竟也毋是个国家的一个部分嘛，所以到什么地步，伫什么关键点，若是讲两边讲会好笑的时阵，因两边啦，你们讲是咱中华民国利益吼，咱的利益安全吼，甚至安全会互牺牲的，当然咱讨论这都正歹讲。OK， 所以阮一向就感觉讲吼，第一好是慢慢搞好，因为毋通挖高边，这是对。中华民国上好的利益啦。OK， 但是我高平吼，安尼咱是讨论到美国、中国、台湾吼，啊，其实咱的这个投资也是讲外交的这个战术，可能嘛毋是这个美中第三方的关系安尼尔啦吼，是毋是安尼？某一个部分哦，即摆较早吼，全世界吼，较早这各自发展是美国大国嘛，大陆嘛大国嘛，然后各自有各自的标准，然后比如说某音吼，比如说在电子产品有各自的标准，然后来开始哦，世界贸易组织这 WTO 起来，然后开始要全世界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啊，但咱即摆看，搁再合久必分啦，即摆大陆要家己的标准，美国要家己的标准，欧盟嘛是开始咧做啊。即摆就是讲，因为两边之间有若是某一个经济代志讲无好势，你唔听我的，我嘛唔。听你个嘛，就是讲像讲以科技来讲，吼，大陆伫发展的时阵，可能有一寡科学家吼，伫美国吼发展，然后可能大陆的应该较早去美国迄种大陆的科学家啦，吼，啊当然即摆是美国人，啊都美国顶一站是这对这拢诚多是检察官拢诚多讲要窃取什么科技机密啦，吼，啊即摆美国即摆要家己发展，美国即摆唔互大陆来参加嘛，诚做什么干净科技啦，吼，即款物件来讲吼，干净网络即款物件讲，所以即摆就慢慢要甲大陆切开，慢慢像美国家己的发展，但美国家己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毋是咱中华民国、咱台湾有办法？因为咱甲美国这关系有摕到较好的待遇吗？有啦，台积电去哦，无去有无唔对，但咱有法像别国嘛去啊，咱台积电是咱家己厉害啊。问题咱有较好的待遇吗？大陆已经的做法对台商来讲，哦，伊吸引台商是讲哦，你是台商，因为咱是那个两岸一家亲啊，家己人，所以可能有一寡特殊的待遇互你。那美国应该是较无可能互你特殊的待遇。啊，当然是咱家己厉害，台积电咱是家己厉害。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变是咱去美国是甲国际世界各国的竞争啊。啊，所以对台湾来讲，当然吼，咱发展是袂歹。啊，但是定你想讲吼，是毋是讲有必要为了某一个国家放弃甲别个所在交往的这机会，其实是真是爱思考啊。OK， 是毋是会因为吼，咱讲美国交往真深，对吼，失去甲这个中国，啊，中国遮你有甲门拍开嘛？这可能嘛是一个重点吼。但是咱讲吼，美国、中国吼，遮其实也有一寡这个冲突。过去伫川普时代吼，咱讲着吼关税、这个贸易战吼，啊，拍到即阵可能有一寡这个改变吼。啊，咱看着讲吼，美国吼启动这个 COVID-19 吼病毒来源的这调查。可能吼，伫咧咱过去吼有一站新闻较无看到吼，伊就讲吼查无这个源头吼，可能就个吼安尼淡化去啊吼。啊，另外咱讲吼，美国中国军事竞争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部分也可能吼继续吼中国也搁咧吼继续伊的这个吼军事的这个军备啦吼。啊，另外咱讲吼看做和解一个
事件，可能就是咱讲华为这个明湾州的这个事件即阵咱嘛讲 Two Michaels 已经等于到加拿大，咱讲这个部分可能嘛是一个会当来去进行这个视讯会谈一个大重点另外台湾关系这个部分甲这个军事嘛是有一寡冲突甲矛盾的这个所在继续搁请教金山教授啦安怎看咱头拄也讲的可能则搁有一寡这个冲突的这个部分，但是无影响到讲美国甲中国大方向的这个合作咧。对，因其实今仔拜登甲习近平内底伊就非常足 specific 讲咱会使甲中国甲美国会使在能源议题顶头合作嘛。是。所以你安尼看来讲因为我拄也讲1.2兆的美金。就拜登就讲，我国内有济我即马要刷几清气能源你咪垃圾能源你要摕去，恁家己摕去。你若要趁我的钱，你就要 play my term。你中国若要趁美国的钱，你要照我的步数来。你即马来讲，美国的步数是啥？是讲你中国你免来摇摆，甲全世界摇摆，你就听讲咱即马合作来改变世界这能源的议题。你就莫再讲你要搁一带一路啦还是安怎？因为你看，你一带一路所铺陈的这能源议题，嘛是讲旧式的这能源你无可能讲这发展中国家一声就要跳过用电为主的这迄个经济发展的这议题嘛，无啥可能嘛。所以我是感觉讲拜登即马你铺成的一个经济战略是因为就是有咱讲胡萝卜甲棍子啦。我即马有棍啊，有这个棍啊我即马我嘛有一粒红菜头伫遮。你像中国，你想要食红菜头还是要食这个棍啊？因为中国过去拢用这步嘛，所以美国即马嘛学过来这步嘛。咱会使美国甲中国会使合作，是这合作是看你要中国要经合作，还是你要经冲突。OK。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即摆这个会议看起来是变讲拜登甲球搁等等去习近平遐，因为两国各自因有各自的问题。OK。美国较大的问题是国际问题，伊国内其实问题较少，伊即摆讲通膨的问题尔。其实咱看起来美国的经济还是够足健康的啦。但是呢，中国伊有交内部的问题。内部的问题，咱怎来看？伊就这产业一个拍嘛。习近平甲伊内底网通的补习班嘛拍甲这网购的产业嘛拍嘛。所有的头人房地产嘛拍嘛。所有的房地所以伊今年的光棍节啦，11月11号的光棍节是有史以来中国消费成长上低一年啦。大家因中国来讲，阮已经忝嘛。为啥叫习近平定甲足忝？所以表示讲因内部已经对这个中国的经济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OK。习近平伊即嘛无翻头就去处理就是拄仔伊总讲的伊的内循环的问题，伊无好好处理。我是感觉讲虽然伊家己讲伊会使完全的连任啦，但是伊无法度甲经济处理也好，伊免做一个适应的领导人。所以我是感觉讲中国已经是伊无法度去 play 这世界性的问题，伊爱等于翻头去处理因家己的问题。所以拜登即马就讲。你等于处理你的问题，因这下就讲啊嘛，你会议内底咯，讲你等于处理习近平嘛讲各自处理各自的问题。OK。所以这就是讲，因你解脱的时阵咱就是，比如讲，咱必须要以另外第三者的角度去解脱因两国到底是你谈什么货 ？OK。所以内底明明角真济啦所以咱看来讲头拄这个上开始这个移动委员有讲到资金权内底咱先等一个球这个新疆也好，香港这个议题这个球搁等等这个咱讲习近平的时阵，伊搁甲台湾议题等等尾手讲到气候变迁，也是讲能源这个当去做一寡这个合作甲对话但是呢各自也搁有各自的这个处理问题另外上尾咱就来请教移动委员对台湾来讲，咱头拄讲到有一个这个机会但是对中国的这个挑战才刚开始吧。
其实即马吼，就讲迄个全世界对迄个中国一个估计吼，当然有个人讲，迄中国继续是上大一个迄，算讲第二大即个强权吼。啊，中国本身嘛可能家己嘛认为讲，即马伊个经济伊个国力吼会继续去成长，所以讲可能伫2018年，是讲2030年超过美国吼。啊，尤其是认为讲即个武汉肺炎吼，伊迄处理吼比美国好诚济，所以讲是即马中国弯道超车一个诚好机会啦。啊，但是嘛有诚侪即个估计，根据中国本身的经济啊，甲伊的社会的即个社会结构吼，这边啊包括讲伊本身的即人口的一个迄个 composition 伊组成吼。刚讲中国可能差不多吼上济吼，就在2018年就 peak。了后，人讲叫 peaking power， 就讲伊底下只讲爬起，啊了后就以后就开始消风啊啦，啊这消风会愈消愈紧啦。所以讲即马大家是烦恼讲中国可能是感觉讲家己吼有可能因为消风，所以讲伊个机会愈来愈少。所以讲伫惊讲无机会吼，趁即马可能佫有一点仔机会，尤其是即个嘿对，甲冲落。所以讲有的物件即马紧会当摕到即马紧摕。所以讲，针对像讲，无论讲伊对台湾，还是讲，算讲最近吼，伊包括对日本，包括对印度，即个行为，你无法度解释为什么伊会安尼，为什么世界咧甲人开战？所以讲，即马这是一个算讲，大家拢咧思考吼，到底要安怎处理中国这问题，啊，甲中国安怎看待伊家己啊？所以讲，即马上头是讲，习近平伊是足有自信的，还是讲吼？伊是感觉讲，伊嘛有真侪问题，我唔知要安怎来处理，所以讲我无要对外冒险是安怎？这是爱大家爱去，算讲真侪人拢咧想。